由澳門福達科技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投資打造的澳門星隨匯美食街，元月17日上午10時於新濠影匯2樓正式揭幕。福達科技創始人兼執行董事戴偉平表示，澳門福達科技正全面推進科技蚊創、貿易、食品研發及餐飲集群4大業務板塊。此次將成熟的蚊旅家餐飲模式引入澳門，不僅打造高質量餐飲項目，更希望建設一個讓遊客沉浸體驗、讓居民反覆到訪的美食生活新聚落。項目總投資逾5000萬澳門元，規劃面積超5000平方米，以湖湘風味築基底、澳門特色富新篇為定位，致力融合地道湘菜精髓與澳門多元飲食文化，構建兼具在地特色與網紅屬性的美食打卡地，進一步豐富澳門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內涵。美食街即日起正式營業，設有13個檔口及2家餐廳，匯聚20多種餐飲品類。其中主力餐廳粵湘匯以粵湘本味家全局適配為理念，聚焦粵菜、湘菜與雞煲火鍋3大品類，旨在滿足遊客對地道風味的追求，同時兼顧本地居民日常用餐需求。項目透過辣度分級、湯底創新及食材在地化調整等策略，平衡多元口味需求。其核心競爭力在於精準的客群洞察、成熟的蚊旅餐飲運營體系，以及湘澳文化的有機融合。